我就说这个中年老妖精怎么会这么好心？原来是你们吃着我看着，你们坐着我站着，居然还把杜嫣然叫来了，分明就是想让我难堪嘛！去添点酒来。快点，磨蹭什么呢？要添酒为何自己不动手？打扰了本王听曲的雅兴。也对，万一杜大小姐不小心打翻了酒壶，岂不是更骚雅兴？你，真是越听越好听。儿臣献丑。嫣然呢？不如你也来一曲如何？好啊。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老三，母后，你觉得呢？表妹自幼勤学苦练，琴艺自然不在话下。不过晴柔估计也不差。我？晴柔啊，要不你也弹奏一曲给母后助兴如何？你说什么呢？晴柔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可不要勉强自己呀。有嫣然、珠玉在前，确实难为你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。这有什么好玩的？让你们听点没听过的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哦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停！这都什么靡靡之音，淫词俗曲的，给我退下！就没一样能见得人的吗？学了这么久，什么都不会。不就是吟诗作画、弹琴诵曲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，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无其缘，今生偏又遇见他；若说有其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化？哎，我三哥一看你掉到水里，就奋不顾身的救你，还不谢谢我三哥的救命之恩呢？我凭什么谢他呀？明明是他坑我，好不好？非让我展示才艺什么的，哼！自己笨得像只猪，还赖在我身上。我招你惹你了？天天欺负我，今天还害得我差点没命，还说我笨。是，我是笨，我最笨的就是明明逃走了，可我却又回来了。
我最笨的就是找不着回家的路。谢言齐，你要真这么讨厌我，一刀杀了我得了，一了百了。你们小两口先聊，我改日再来啊。我先走了。你说谁小两口？你误会了。谢言齐，你就给句痛快话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快把衣服换上，病了可没人管你。你说你也是，怎么能这么不分轻重？万一真的闹出人命来怎么办？我也没想到，表哥他会那么着急的去救那个尹晴柔啊。即使是你表哥没事，可万一那个尹清柔有个三长两短，老三还不埋怨我一辈子吗？姑姑，你说过要帮我的。我是打算让那个尹清柔知难而退，可我不是要她的命啊！下回绝对不允许再这么胡闹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灵齐王到。表哥，儿臣参见母后，清柔已无大碍。啊，那就好。你快去喝些汤药吧，万一病了怎么办？小秋子，不用了，儿臣来是有话要说。尹清柔是我魏国门的王妃，就是我谢言齐的人。当今世上，只有我一人可以让她受委屈。母后，今日就请您给儿臣做个见证。从今以后，无论是谁，若是与晴柔为敌，就是与我谢言齐为敌。我的话说完了，儿臣告退。表哥，你看你这下怎么办？胡闹！这个谢言齐真奇怪，对人忽冷忽热的。你说他要对我好吧，那不应该送我到这个破地方来活受罪啊。你说他对我不好吧，那干嘛还跳下水救我，还给我送衣服、送补品什么的？古代人的思维真奇怪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完了，我难道要感冒？这可是在古代啊，万一得个肺炎什么的，那可是不治之症了。既然没人可怜我，那我必须得对自己好一点。要不先洗个热水澡？哎，不行，没有木炭啊，这怎么办啊？皇后娘娘，跟她借的，她肯定不在乎。哎呦！原来邱老头得了风湿啊！今天降温，这阵儿肯定是犯病了。难怪上次见他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活该，谁让你老欺负？不行，尹晴柔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要是就这么走了，那不就和邱老头一样了吗？邱老头，算你走运了。谁让你进来的啊？出去！你的小手板又痒痒了是吧？哎呦！等你腿好了，你再说说也不迟。哎，你……哎呦！风湿什么的最头疼了，恨不得疼起来两条腿都不要了。你这算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是吧？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
哎呦，等着。哎呦，怎么样，舒服多了吧？感觉是舒服了点儿。哎，邱老头，你呀，以后一定注意你的房间要多通风，饮食啊一定要清淡。哦，洗漱要用温水，记得睡前要泡脚，要将双足浸入含有中药配方的汤药中，这样啊不仅有助于血液通畅，还可以消肿痛、祛风湿呢。你说你这小小的年纪，怎么懂得这些呀？啊？在我老家呢，我父母也有风湿，照顾的久了，自然就懂了。糟了，都这么晚了，要是被邱老头发现，肯定又要骂我了。秦柔姑娘，今儿邱公公身体抱恙，让您自行练习。公公还嘱托，近日宫中伤寒肆虐，让姑娘你务必喝下这碗治风寒的汤药，以防传染了皇后娘娘。哦，替我谢谢邱公公。是。哎呀，尹清柔，这么多关你都闯过了，这点苦算什么呀？阿扎阿扎 ，fighting！哎呀，王爷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启禀王爷，宫里来信，尹姑娘，她病了。终究还是病了，走去看看。嗯。哎，王爷，这是帮你找的字画，日后再说。哎，王爷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尹姑娘病了，所以王爷有些心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没穿衣服怎么办？哪有女孩子这么说话的？我看你是病糊涂了。怎么了？我没死，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我告诉你，姐姐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，有什么大招尽管放吧。怕了，我就不叫尹晴柔。小强，尹晴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是再敢生病，或者是比我先死，你就死定了。我看你才是病糊涂了吧？我要是死了，还怎么死定了？总之，本王自有办法。你不会是要鞭尸吧？先期那个真够变态的。我会去禀报母后，这几日你身体不适，免去你的训练。等你想起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邱公公已经发话了，说让我这2天休息。邱公公，行啊，尹清柔，邱公公一向只听母后的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替你说话。那当然了，我是谁？你先休息吧，改日再来看你。
定是病糊涂了，要不然怎么会有触电的感觉呢？不想了，睡觉。不错。没想到尹晴柔还能绣出这样的东西来。是呀，尹姑娘这阵子很刻苦的，老奴也觉得诧异。还别说，看起来还有点像你的手艺呢。是老奴亲手所教的，自然像老奴的手艺了。我看看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。姑姑，您不会这样就让他过关了吧？本来想呢，那个丫头熬不住，自己也就走了。可没有想到，她不仅撑了过来，现如今还想有所成。哀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既然这些都难不住他，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大的。什么大的？再过10日就是皇上寿辰，依我看，不如就交给尹晴柔来操办吧。那怎么可以呀？她绝对办不成。要的就是她办不成。到时候皇上一生气，表哥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。不可借皇上的寿宴开玩笑。姑姑，这怎么能是开玩笑呢？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。姑姑，求求你了，寿宴年年都有，大不了明年我们再好好操办不就是了？给皇上补回来。姑姑，姑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真拿你没有办法。小秋子，你去告诉那个尹晴柔，就说皇上的寿宴由她来操办。启禀娘娘，老奴怕尹晴柔她捅娄子。让你去你就去，我还怕她不会事儿呢。去吧，出了什么事，哀家担着。遵旨。邱公公好。邱公公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啦？晴柔啊，我今儿个来找你啊，就是告诉你，皇后娘娘已经决定了，让你来操办皇上的寿宴。什么？我？啊，就是你啊！皇后娘娘，她这是哪儿来的灵感啊？我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，我怎么办啊？没错，要是靠你自己，那是绝对完成不了的。可要是完成不了呢，那就是死罪。公公，咱能不能少办点落井下石，多做点雪中送炭的事儿啊？我说你这丫头能不能少犯点贫嘴啊？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这当务之急呀，只有去找三王爷帮忙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求他的。再说了，我就算求他，他也肯定不会帮我的。你给我听着，眼下三王爷呀，最得皇上的喜欢啊！你找三王爷帮忙没错。再说了，他是你未来的夫君，帮你那是理所当然呢。呸！公公，公公，你说你这丫头，我好心给你指阳关道，你不走，这我不管了，我。哎呀，公公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。公公，你能不能
帮我通知一下独孤远，让他今夜子时在御花园的凉亭里等我。谁？独孤远。独孤远？你确定不是三王爷？怎么还不来啊？尹姑娘，我就知道你肯定靠谱，一定会来的。不知道尹姑娘深夜找我来，所谓何事？我没想到你还挺有本事的，宫里都有人。姑娘何出此言？哎呀，这事儿还得人家说破。我知道，肯定是你暗中打点，让小太监们照顾我，啊，送医、送饭、送药什么的，啊，还帮我作弊呢。啊，你看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怕贵了，而且啊，它还有保暖功能呢。啊，尹姑娘，你找我来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吧？哎呀，你看我一见到你我就说个没完，我都忘了正事儿了。我找你是想请你帮忙的。哦，不妨说出来。皇后娘娘让我操办皇上的寿宴，可是我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，而且皇上什么喜好我也不知道。我这要是办不好，那可分分钟都是……我就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，帮帮我，不然你下次见到我的地方，很可能就是刑场了。尹姑娘，事情没有那么复杂。当今圣上乃是明主，凡事都讲究节俭。你只需要记住一点：皇上乃是重情重义之人，喜欢阖家团圆，投其所好，必诸事顺利。哦，团圆哦，有了，独孤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很靠谱。那我就回去准备了，你也快回去休息吧，拜拜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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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三弟四弟啊，二哥，二哥，免了免了。三弟，多日不见，我看你最近消瘦了不少啊，难道是灵齐王府的伙食不好吗？谁说的？三哥身体好着呢。啊，哎，对了，父皇的寿辰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打算甄选搜集海内的珍宝，为他老人家献上一份大礼。不知道二位兄弟有何高见？再厚的重礼，也不如大哥在世能让父皇开心。三弟说的极是，可是事者已矣，还是要想办法让父皇别太伤心，免得伤了龙体。如今父皇和母后身边就只剩我们兄弟三人，只有手足齐心，父皇才能安乐呀。冰块，仙琪，你过来一下。二哥，未来的三嫂。哦，这就是老三要娶的人？对啊，怎么样，有意思吧？二哥，人家二人说悄悄话，我们喝酒去。好，走啊。好。仙琪，你过来。什么事？冰块脸，你把阿广弄进宫来。不可，朝堂圣地岂是闲杂人等想来就来的？为什么呀？这好歹也是你家呀，弄个人进来有什么难的？哦，你是怕我跟阿广跑了？拜托，这里的守卫比你家还要多，怎么跑啊？再说了，我让阿广进来是真的有事儿。
那你先说何事，我再考虑能不能答应。还不是你的母后让我操办你父皇的寿宴，所以我只能请阿广进来帮忙了。母后让你操办寿宴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我现在就去找母后，让她另作人选。为什么不行？不行就是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偏要做给你看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让阿广进宫帮你。如若还有其他困难，你就告诉邱公公，让他来告知我便可。秦柔，阿广，来，哇，这皇宫果然是不一样啊，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皇后娘娘逼我操办皇上的寿宴，你说这皇上刚没了一个儿子，又是太子，听说皇上的脾气暴躁的不得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这么难搞？哎，你这不是害我吗？我想来想去，只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而且还得你帮我。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？说吧。你觉得咱们拍场戏怎么样？拍戏？就是皇上现在思念太子成吉，想让他高兴的话，办法只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那也不能让那个大皇子活过来。你不会是……哎，不行，我连那大皇子见都没见过，你让我怎么画呀？没关系，我已经托邱公公从皇后那儿偷来一幅大皇子的像。邱公公说了，你和他的身形差不了太多。这就算画得再像，这近看还是会穿帮的。这个我也替你想好了，等到皇上生日的那天晚上，我单独叫他进房间，趁着月光朦朦胧胧，你只需告诉他，我过得很好，我已经投胎转世，请不要再牵挂我。合着你还是让我演个鬼？亏你想得出来，尹晴柔。阿广，我这不是为咱俩着想吗？只有保住命了，才能想办法回家呀。可是还有个问题。你怎么又有问题啊？就是我特效化妆的那些家伙事儿，全都在那个工具箱里。就是我们找孔双双的时候，我背的那个。哎，就是我特别贵的那个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穿越的时候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掉在我们穿越过来的那个地方啊？来的时候我的确是带着的，我觉得应该在那儿，没错的。邱公公！哎呦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手板又痒痒了是吧？公公息怒，公公息怒啊！说吧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公公，我想出宫。啊？出宫？那可不成啊！万一传出去，让皇后娘娘知道了，我担当不起呀。公公，求你了，我出宫也是为了皇上寿宴的事儿啊。哟，为皇上的寿宴？对啊，我出宫去采办皇上寿宴用的东西。你说我这要是办不好，自己掉脑袋是小，要是连累了邱公公你，哎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啊，邱公公，您平时对我那么的好，我这要是不在了，我肯定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好，我怕了你了，成了吧？这出宫也行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这些日子呀，我这口苦得厉害，
就想吃那正德庄的龙须糖。原来公公你也是一枚吃货。吃货没什么没什么，放心吧，保证带到。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要带的？没了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早去早回，别误了关城门的时辰。要真是那样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好嘞，谢谢公公。那公公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阿广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？我们好像就是从那儿掉下来的。那我们还不快去？走，慢点儿。不走了，脚都快走折了。这怎么找嘛？咱俩肯定不行。你去求求冰块脸，让他多带几个人来找吧。我才不要求他呢。你这死要面子活受罪的，我是一步也不走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谁呀？这声音好熟悉啊！我们快去看看。好，走。你笨死了！青柔，我找到班了。哎呀，等会儿再说，先过去看看。大同，大同，大同，谁呀？大同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来，过来，快！大同，你是怎么穿越过来的？看来你们呢，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很了解了吧？你过来也就算了，他怎么也过来了？我哪知道啊！我那天正好路过这辆道具车，我正看见那孟姜与孔双双啊，突然就一下啊，我就晕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啊，就在这儿了。那孔双双和孟姜呢？我醒来的时候，就我自己，还有这辆车，没有看见他们。妈呀，他们俩不会也穿越过来了吧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大同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我醒来的时候啊，我还真的以为是地震了呢。我回到剧组里啊，发现整个剧组都不见了。回到驻地啊，剧组竟然变成了一个城镇，而且所有的人全都是古装打扮。我就在想，我这是迷路了呢，还是在拍什么戏啊？我就问路边的人，你们是在拍什么戏呢？结果他们以为我是神经病，非要把我绑起来，然后把我送关。后来呢，有个老头人特好，就收留我在家里干活。这慢慢呢，我就意识到，原来我是穿越到古代来了。再后来啊，我就凭着我的手艺活，在这儿干点木匠活什么的。今儿啊，我是正碰巧过来取工具的。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们了。你们怎么样？我们啊，说来话长了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要回宫了。大同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回宫？回什么宫啊？当然是回皇宫啊。什么？回皇宫？我就是这么当上宫女的，其实还好啦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我说你们真行啊，同样是穿越过来的，怎么差距这么大呀？行什么呀？这次办寿宴，办好了没功，办不好啊，又得掉脑袋。你看什么呀？太监。谁叫我这么倒霉？临来之前好死不死之前穿了一身太监衣服，结果就被人家当成可怜。人家可是纯爷们，好不啦？其实啊，我在剧组的时候啊，就怀疑过。来，让我检查一下。哎呀，好了你们两个。大同，其实正好碰到你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青柔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
以前在剧组的时候，孔双双自己弄坏了道具，非说是我弄坏的。哼，要不是你当时拍了照片啊，证明我是清白的，恐怕我早就被剧组给开除了。现在大家困在这个地方，别说什么求不求的，你有事就说，只要是我能办到的，就一定办到。大头够敞亮，够哥们儿。其实呢，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，谁让你是金牌道具师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跟阿广呢是想送皇上一份特别的礼物，但是这个礼物呢需要一些道具，我本来还愁这事儿呢，到哪儿去找道具呢？谁知道天上掉下一周大头，真是天助我也啊！那这样吧，一会儿呢，你说说你需要些什么东西，然后送我回去，我好提前准备一下。好嘞，其实呢，我需要的是一个长方形的桌子，长一点的，就欧式，就西方欧式的那种，然后需要一些西餐的餐具，牛排啊，蜡烛什么的。我先走了。你这个小贱贱。我来母后宫中请安，顺便过来看看。父皇的寿宴办得如何呀？还不就那样。当今圣上的寿宴绝非儿戏。你若无力承担，我便向母后禀明，由我来替你筹划。用不着，我尹晴柔答应的事情还没有做不好的呢。我再说一次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你若是办不好，我若是办不好，不就是晴天霹雳吗？你还有心思耍嘴皮子？三王爷若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小的先告退了。我这累了一天了，也该回去洗洗睡了。走了。这次要是不把你们都镇住，我就不叫尹晴柔。皇上请用茶。过几日就是皇上的寿辰，不知皇上今年想怎么过呢？自从我一儿去世后，朕寝食难安呐。责怪自己，让皇儿亲自上阵杀敌，才会把命送掉。可怜朕，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实在是可悲可叹呐。生辰什么的，不过也罢。一儿的命数如此，皇上莫要再悲伤了，保重龙体要紧呢。不要说了。一儿去世，朝廷之上悲悲戚戚，想趁着皇上生辰之际，安抚朝中众人，也让天下的百姓安心才是啊。皇后说的在理啊，不过一儿丧期未过，这件事情不要大肆操办。皇后，这件事朕就交给你处理吧。朕先回宫了。皇上请放心交给臣妾吧。好，恭送皇上。起驾。嫣然，你去告诉那个尹晴柔，就说皇上的寿宴不用她了，我自己操办吧。可是姑姑，不是说好了要趁这次机会吓走尹晴柔吗？那是前几天的事，你没看到皇上今天心情有多差吗？我怕晴柔把事情搞砸了，到时候
遭殃的不只是他，还会让皇上不快。算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别呀，姑姑，您要是不放心，那就让嫣然去帮晴柔吧。最近您身体一直不好，御医也说了，不宜操劳。你帮他？姑姑，您放心，嫣然分得清轻重。我是讨厌尹晴柔，可是万事也要以皇上为重，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。既然这样，也好。你聪明伶俐，有你在，我也能心安一些了。姑姑，您放心。哎，王爷，王爷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哦，在哪儿？就在本县的独山上，我已经派人往回运了。好大的一块独山玉呀，大概有1尺多长，颜色特别鲜艳，最难得的就是透明度极高，这是天下少有的奇珍异石啊！好，父皇一直喜爱文玩玉石，把这块独山玉雕琢成如意，代表吉祥如意，的确是送给父皇最好的礼物。这是赏你的，凡是办得了事的，本王定不会亏待。谢谢王爷，谢谢王爷。正所谓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嘛，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王爷办事。他日王爷登上了太子之位，小的还靠王爷多多提携呀。太子新丧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哦，不过自古以来长幼有序。再说王爷文韬武略，我等早就等着王爷登上太子之位了。这些话说说也罢，切勿当真。啊，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王爷，小的在凤凰楼为王爷略备薄酒。王爷这几日为了找寿礼寝食不安，还请王爷移驾，让小的略表孝敬之心。你办事果然细心。谢谢王爷夸奖，请。哟，大爷，多喝点啊。陪好。哟，张公子，您都好久没来了，快里边请。多喝几杯。王爷，王爷，凤凰楼来了一只真凤凰。真凤凰？对呀。比这些野花都好吗？哎呦，强太多了。诗中有云：“此女只应天上有，何故仙子落凡尘？”此女不但才色双全，而且还精通西域的房中术。方圆百里的乡绅贵胄，为了一睹芳容，头都挤破了。岂是这些粗制俗粉所能比的呢？哦，那本王倒真想见识见识。瞧好吧。嘿，急什么呀？
谢公子，你这一走，我们就再也无缘相见了。这有何难？我赎你的身，你我同去便是了。公子此话当真吗？当真。谢公子，人家以后就是你的人了。枝头做凤凰，就是，殊不知凤凰落了翅，连鸡都不如。对，不如鸡。你要是再敢风言风语，我割了你的舌头。都干嘛呢？不想干了。妈妈，他要打我，你快为我做主啊！是啊，就是。这凤凰楼。本小姐没来之前，萧条的就要关门。本小姐来了以后，大半的人指着本小姐吃饭，还敢在我面前逞强。妈妈，你说该不该的？哎呦，双双啊，你也不要太过强势了。你说，毕竟大家都是姐妹嘛。姐妹，笑话。皇城里的达官贵人说了，马上要把我接到皇城去，一辈子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真的假的呀？识相的就好好伺候我，别惹怒了本姑奶奶。到时候让你们分分钟人头落地。老板，包起来。哎，好嘞。小姐，这衣服布料太贵了。说什么呢？本小姐身份马上就不一样了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包。让开，让开，不让开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！我觉得这下巴呀，还应该不够方。早知道我就不打瘦脸针了。谁知道那个大王爷是个大方脸呢？哎呀，行了。哎，对了，薛公公说你把这个围上，说你啊，你腰太细了。那个死太监，总盯着人家腰干嘛？他不是以为你是那个……不许说！呀，糟了！最主要的一件事给忘了。什么事啊？衣服呀！哎呀，我也忘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想想啊。哎呀，这……本小姐是奉了皇后娘娘之命，来看看寿宴你办得如何了。哎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还请皇后娘娘不要担心。不要担心。哼，我怎么看不出一丁点儿不用担心的样儿啊？那是你不会看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呢，我给皇上准备惊喜，
既然是惊喜呢，那自然是要保密啦。哼，随便你。不过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皇上大寿历来是宫中大事，不仅举国欢庆，说不定邻国还会派人前来祝贺。你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，可不要弄得小家子气，失了皇家颜面。哎呦喂，这口气可真大！什么世面我没见过？刘德华和章子怡还请我造过型呢。你放心，我的原则就是有多大就搞多大，绝对不会丢了皇上和皇后的面。那样最好。切！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你说我过一个生日，还好几十号人玩一个通宵呢，人家可是皇上，你这么搞能行吗？在他来之前呢，我还不确定，不过现在我敢200%的确定，一定行。为什么？杜嫣然呢，她虽然讨厌，但她有一点，就是好坏都会写在脸上。你看她刚才那神情，分明就是告诉我，如果我把皇上这次的寿宴搞得锣鼓喧天、举国同庆，那我才是真的死定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他还真的好心过来提醒咱们呢。行啊，你越来越聪明了。哼，我这就叫做在战斗中成长。得嘞，干活吧你。好嘞。你能不能每次不要突然间冒出来？你有没有电话？我想预约不了啊。又胡说什么呢？电话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电话是我们家乡那边一个通信用的工具了。哎，别管这个了，我有事儿请你帮忙，帮不帮？啊？不帮。为什么？我三哥说了，如果是为了父皇寿宴的事情找我帮忙，叫我不要帮。凭什么呀？这个死冰块脸！我说我的大小姐，你是真笨还是装的呀？他的意思是，你要想让人帮忙，找他喽。我不要。那我也没办法。小四，不帮。小四，行了，你说什么也没用。虽然说我跟你是朋友，但我那三哥，我可得罪不起。是你说的，大夏天都能冻死人的。小四，哎，这样吧，你还是乖乖去找他吧。你，臭小四，破小四，讨厌死你了！快点啊，快点！你找我干嘛？哎，王爷这不是来给咱们送衣服吗？这里面就是大哥战死的时候穿的衣服，上面的刺绣还是母后亲手绣的。那，谢了。慢着，本王还没说要给你，求呀！你做梦！哎，你干嘛呀？求求能怎么样啊？哎，《爸爸去哪儿》没看过啊？拜托拜托，不会啊？没学会。好，你有骨气，那你最好自己想办法。哎，王爷王爷，我替他求行不行？拜托拜托。我会自己想办法的，不用你管。你的办法就是去求独孤园，去求四弟，甚至去求邱公公。你可以去求他们，为何就不能求本王帮忙？算了，算我白费心机。哎，王爷王爷。青柔这个不知好歹的死丫头！王爷，您回来了，东西给尹姑娘送过去了。
没见着人，那可太可惜了。大王爷那身衣服早就不能看了，这身衣服还是您找绣娘不分昼夜做出来的，这都没听尹姑娘说声谢谢。住口！莫非尹姑娘不要？你说她为何那么讨厌本王？啊？本王不但没有计较她砸伤了我，就连她进了宫，本王都暗中安排人手照应她。可她，哼，分明就是恩将仇报。我还以为王爷一向喜怒不惊，难得因为一个小丫头发这么大的火。连你也胆敢取笑本王？不是，我是替王爷高兴。这些年看你对前世念念不忘，冷脸对人，我觉得这不是王爷的本性。现如今，就算尹姑娘让王爷动怒，我也觉得是好事，至少让王爷出了冷面，还有另外一面。胡说些什么？大头，你可来了，再不来就来不及了。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也是紧赶慢赶的。哎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没事，要能进真正的皇宫看看，那也值了。哎，这些都是皇上的寿礼，我们先进去了啊。哎，走走。哎，晴柔来了来了。大头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在箱子里呢。那桌子呢？在后面呢。好嘞，走走。尹晴柔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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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参见皇上，民女祝皇上生日快乐，万寿无疆。尹晴柔，我让你操办寿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邱公公，你帮我拿着。好。回禀皇上皇后，这个呢是我家乡的习俗，这个叫生日蛋糕。只要有人过生日啊，这个人的家人还有朋友就会送这个给他。上面的蜡烛呢，代表对这个人的祝福，然后寿星可以对着蜡烛许愿。如果许愿过后能一口气吹灭这些蜡烛的话，那他的愿望就一定能实现了。这算什么风俗啊？从来没听说过。我倒觉得十分有趣。父皇，你不妨试一试。啊，皇上，不如就先依了他。你总说年年寿辰都一样，今年，也总算有些新花样。是啊，父皇。那就姑且试试。皇上，要这样，闭上眼睛许愿。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大家跟我一起唱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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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！皇上，你可以吹蜡烛了。好，父皇一口气把蜡烛都吹灭了，愿望一定能够实现。父皇，你许了什么愿啊？这个……嘘，不能说，你也不能问，因为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好，不说也罢，终究是无法实现了。尹晴柔，皇后命你操办寿宴，你如果办不到，就应该趁早说出来。
尹晴柔，你不会以为你也有资格坐在这里吧？我当然不会那么想了，那个位置是我留给大王爷的。说好了是一家人吃饭，理当应该有义儿的位置。请皇上、皇后娘娘还有各位王爷品尝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皇上直接吃就可以了。好甜呐，入口即化，非常的好吃。来，皇子吃，啊，好吃啊！啊，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份贺礼，请父皇笑纳。来人，端上来。好一块独山玉呀！皇上，你看，此玉产于中原，雕刻精细，臣儿真有心啊！谢母后夸奖。小球子，奴才在。拿去御花园凉亭煮吧。走，跟我走吧。皇上，这玉放在凉亭中，风吹日晒的，我怕可惜了这块石头。它就产自山中，狂风暴雨都不怕，怎么到了皇宫反倒娇气了？是不是啊？你们也是一样，身为皇族，切不可肆意妄为，当为人民楷模。儿臣遵旨。好，坐下吧。啊，萧儿，你为父皇准备的礼物呢？儿臣为父皇吹奏一曲。加油，加油！哇塞，国内第一造型师果然不是盖的啊！哎，挺像那么回事儿。你可以侮辱我的性格，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职业。怎么样？一会儿我再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易容术。瞅你那德行，哎，大同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你们准备怎么样了？一切准备 OK。那就关门放皇上啦。来 OK。1、2、3，加油！哈哈哈哈好啊，小儿，此举饱含对我朝大好山河的赞叹。果然不枉你在外云游多年，也算是有了一些收获啊。回父皇，儿臣此行一路向北，除了包揽我朝大好河山，更看到不少民情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丰衣足食。他们都祝愿吾皇身体康健，长命百岁。好好好。三表哥，你送皇上什么呀？啊，儿臣献给父皇的贺礼就是它。我？琪儿，你敢给你父皇纳妃，
你眼里还有没有母后？母后多虑了，儿臣的意思是，我未来的王妃给父皇操办了一场这么有意思的寿宴，这难道还不能算是我送的寿礼吗？当然不能。皇上，民女自己给您准备了礼物。哦，还请皇上随民女移步后宫。好。哎，皇上啊，民女知道您心中现在最放不下的当属大王爷，但人死不能复生。可今天是皇上的寿辰，民女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皇上。若有冒犯之处，还请皇上恕民女无罪。好，一会儿朕不管看到什么，都恕你无罪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民女在老家认识一位高人，这位高人呢，略懂通灵之术。民女求了他很久，这位高人才答应今晚助大王爷回来见皇上一面。什么？叶儿？叶儿他回来？在哪儿？叶儿。皇上请。叶儿，父皇留步。人鬼殊途，我们这样说说话就好。真的是你吗，叶儿？父皇好想你啊！儿臣也想念父皇，还有母后。每次看到你们因为我伤心难过，儿臣就心如刀绞。父皇，你和母后这样，让儿臣去，也去得不安心啊。叶儿啊，父皇后悔让你亲自带兵出征。不能为父皇分忧，能为我朝江山社稷而战，儿臣虽死犹荣。只希望父皇和母后能够保重身体。姑姑，你说这个尹晴柔在搞什么鬼啊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说不应该把寿宴交给他。当初你说你一起帮忙，你都干什么了？我是想帮忙，可尹晴柔不让。晨儿，在，母后。不如你去看看。是。叶儿啊，你可要常常回来看看父皇。父皇，我求高人今日带我来见你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不久之后我就将转世投胎。今世你我父子缘尽于此，还请父皇勿要以我为念，多多保重才是。叶儿啊，叶儿，父皇，能做您的儿子，是我今世最高兴的事情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埋在这。叶儿，叶儿，皇上，叶儿，叶儿，皇上，叶儿，皇上，叶儿，做龙体啊，皇上！叶儿啊！节哀顺变。叶儿，真累呀！
儿臣也去看看。皇上，大王爷已经投胎转世，还请您多多保重龙体。朕常常责怪自己，让他贸然亲自出征，又担心他怨恨朕。现在知道他的心意，也罢。希望他能够投胎找一个好的人家。皇上，大王爷刚正不阿，又为国捐躯，上天一定会眷顾他的。想不到你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本领。皇上谬赞了，那个民女啊，只不过是运气好，得到了一位世外高人的帮助而已。世外高人？他现在何处？朕一定要重重的赏他。世外高人啊，世外高人肯定是回他的世外去了，他们不在乎这些功名利禄的。而且皇上，你要真的要赏的话，那不如就赏我吧。啊，我说怎么都赏给他了？真想不到你是如此爽快。皇上，民女是个普通人，普通人谁不想升官发财啊？不过啊，民女不想升官，民女就想发一点点小财。好，那朕就答应你，赏你黄金100两。一发了100两啊！100两？怎么嫌少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谢皇上，黄金100两，我要发。二哥，三弟啊，你可接到父皇了？父皇和尹姑娘好像还在书房，我不好打扰。哎，尹姑娘是你未过门的妻子，要不你进去看看？既然他们还没有出来，我们在这里等候便是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母后看父皇离席多时，特意让臣儿过来看看。皇上，皇后娘娘他们也等待多时了，不如我们就赶紧回去吧。好吧。你们俩也跟我回去吧。是。皇上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是不是尹晴柔又做错什么了？没惹皇上生气吧？晴柔这份礼物啊，非同小可，甚得朕心。父皇，到底是何礼物？儿臣越来越好奇了。这……皇上，民女有个请求。好，说。我希望这份礼物成为我跟皇上之间的秘密。好，朕准奏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难道连哀家都不能知道吗？皇后，不要着急。
这份礼物非同小可。你只要知道，朕从今天开始一定会保重龙体，伊儿的事情不会再伤心了。皇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身为母亲，伊儿的事情，朕难受，你一定会比朕更加难受。但是你为了朕这么多年来一直忍着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只要皇上明白臣妾的良苦用心就好。朕都懂。好了，今天是朕的生日，不愉快的事情咱就不说了，咱们全家一起吃蛋糕，喝 Lucky's。